今天老子就跟你们过过招。若是谁能从我手上夺下天下英雄令，我敬他是一条汉子。不仅把英雄令交给他，还把忘情天书赠予他。若是赢不了我燕狂土，以后都要听我的调遣。老子不跟你们玩了。天降神经助玄令，八荒英雄尽俯首。随风，你可知道此令是何意？江湖人尽皆知。没错，当年少林、武当、峨眉三大掌门铸造此令之时，将自己的指印印在了这块令牌上。你且看一看，这上面的指印。没有。随风的袖里乾坤，火候又进了一步。你们说，这花瓣该是留在这枝头之上呢，还是该摘在自己的手中呢？
轻罪。你受了伤，不该喝酒。失去弟弟的人是我，该喝的人也是我吧。少爹，老大没有护好你。世事无常，你又能做些什么呢？一开始我觉得这个江湖很容易，只要聪明小心一些，就能渡过难关。我以为在江湖上义字当先，只要真心对待朋友，就能无条件的信任。我以为我能改变定数，只可惜，这都是我以为。到头来，我却什么都没有做到。我算是明白，唐柔为什么那么信赖你，成日不归家，非得跟着你玩，不论生死成败。替老身留下了英雄令，风狼不曾带走，这盘棋还不至于满盘皆输。张大侠，他跟随老身多年，
他的心思，老身最为清楚。江湖上的生死，他早已看淡。跟随老身，不过就是为了一个意思。而如今，他在你身上看到了这个字。今日他行转时，曾对老身说：“若能有个徒儿，当如秋水你这般。”这把匕首是张大侠的贴身之物，他托我转付于你。你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的侠士，那便是张大侠所愿。晚辈，多谢您和张大侠的厚爱。剑炉还未脱困，我儿救部的这些骑兵就在山中。若我命他们去救剑炉，当可解萧家之围。万万使不得！吴老夫人，我想救自己的父母，救萧家上下，但萧家之灾只是江湖之事。若贸然动用军中铁骑，那么景都的守军定会与铁骑发生冲突，城内的民众就会受苦受难，朝廷也会对吴将军有更多的猜忌。那剑炉之事，该当如何呢？我想请吴老夫人去派一名信使，快马去广陵边院，给我大哥送封求救信。明日我出发去京中各外求援，加上我兄弟们的一些援兵，我会尽全力援救萧家。好，我明日便派人去广陵与你大哥送信，而后便要为吾儿奔走。愿萧家平安无事。多谢老夫人。公子，那这石松丸对您身子很是有好处，公子试试。你以为你是我什么人？做好我吩咐的事，莫要有什么多余的心思。是。世荣姐，还在想帮主说的话？随风不敢有意。你需切记，行事不应勉强。你以一己之力做万夫之事，势必会有疏漏。随风知错了。听说你此次用了龟蛇雷轴功，这很伤身子。我给你带了石松丸，你且服下，当有裨益。多谢世荣姐。你好生休养，我先走了。有些事不要自作主张。
宋明珠，公子，吴老夫人只与萧家的人有过接触，天下英雄令必然与萧家有关。你从吴老夫人身边下手，好好查查。明白。唐柔，老大，在干什么呢？老大，你相信有来世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？如果有来世，我还做你兄弟。花落许也跟着。唐柔，又发癫了！我扮过这魔头，还真当我认识这魔头？他可是权力帮的副帮主，怎么敢画呀？更糟的是，从护送老夫人之后的剧情我就没仔细看。接下来真要步步小心才行。现在最主要的，要尽快救下萧家跟炼药掌门之位。只有回到我写的魔典设定，才有转机。秋水少侠怕再连累别人，才执意独行，没和姑娘道别。但他留话：江湖凶险，姑娘需早日回唐门，待他解了萧家的围，为唐柔报了仇，再与姑娘唐门相会。那时，共同祭拜唐柔。林兄，昌兄好久不见。老板，请帮忙安排最快的马车去锦州。你什么时候动身啊？现在，立马安排。娘也给我塞了这么多的银票，爹、娘一定等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解了萧家的围。好，二柱，哎，掌柜的，快，带这位客官去选一匹好马。好，来，请客官。不是说白柳树皮消炎镇痛，堪比阿司匹林吗？好像什么都不管用。
就这车上的？没错，就是他，他身上有好多银子。这设定也真是够老套了。出行必备劫吗？真是怪倒霉的。下来，把银子交出来！下来，赶紧下来！怎么招呼都不打，自己就走了？我有我的路，你代表着唐门，不要再掘进来了。萧秋水，你曾经说过，在这天下，以义而举，我也相信了。难道你是怕连累我？柔弟已经不在了，我不想再失去朋友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从风朗手里拼命的把我救回来时，我可因怕连累你，不告而别。将心比心，反正我是不会欠人情的。给弟弟报仇的事情，我也不会交给外人。既然当初选择留在萧家，那我就要有始有终，懂了？不废话了，你们几个过来拉马车。走快点，稳一点。是。要自己拖。江湖儿女都是如此嘛，脾气不好，但还是很讲江湖道理的嘛。哎，姑娘，这火也生好了，备用的干柴也码好了，你看可以让我们走了吧？还凑合，滚吧。等一下，若被我发现你们再干出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就把你们眼珠子挖出来，听见没？是，听到了。走。快！就没让他们做了饭再走？把他们叫回来吧。算了，别喊了，看着他们也不太像会做饭的人。我也不会啊。等着吧。哎，甜的牛乳。这小的时候呢，心情不好，喝点甜的，不就好了吗？吃不下，再过半个时辰就好了。还记得那个时候，唐门严苛，
每天都是熬不完的训练。要是试炼不过，就得被罚，挨饿。唐柔就会翻进厨房，翻腾出一些剩菜剩饭，和在一块儿，在火炉上烧一下，我俩就凑在一块儿一起吃。很像那种。都说天上的星星是已离去的人，那唐饶肯定在天上一直看着你。你要是这么伤心难过的话，他也会很难过的。哄小孩子的话，在我们那边呢，大家都这么说。不同的星星意义不同，这个叫星座。星座？你不是从锦中来的吗？对啊。那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？你没听说过也很正常。这个呢，相对比较小众化，你也听不懂。我猜唐饶应该是天秤座。公子，没问出什么特别的。萧秋水和老夫人已经分开。哦，唐芳姑娘也追去了。这英雄令，或许真在萧秋水身上。但他这种人，即便英雄令在他手上，也定然不会私自动用，必然会沿途求援。可惜这锦中武林众派，断不敢与我们全力帮为敌。但唐风会帮的。联系唐门唐宋。唐门也敢插手此事？唐宋这人为坐上唐门上位，屡次三番向权力帮示好。公子不是一向都瞧不上他的吗？废物，未必不是完全没有用处。去给唐宋些甜头，让他好好准备。哼，明白了。哎，
我倒是想看看，你们家主是怎么病得起不来了？难道现在想当缩头乌龟？大王，不可为。萧秋水，你带着蛮横姑娘来闯我府上，是想挟恩图报吗？不知丁门主可有知恩图报的打算？我丁某人只是不想倒行逆施，反帮了那些别有用心之辈。谁知道你们萧家是不是像外界传闻中那样，是为了贪图英雄令才招惹权力帮，引火烧身的？少出言不逊！丁门主想明哲保身，也情有可原，何必泼我萧家之脏水？今日萧家所受，来日未必不是丁家之祸。你血口喷人，是想逼我们动武吗？这忘恩负义的老泥鳅！大王，不必与他计较，小他。走。那个姓丁的，你不必求他。他就是个怂蛋，我们还有别家可以去。这般川井武林，所有的人都一样。唐芳，多谢你一路相助，咱们就此别过。等等，你要去哪儿？吴老夫人已经派人送信给我大哥，后希我大哥能够找到江湖豪杰营救我萧家，所以我得先回去和他们会合。锦州还有一家你尚未过问。你是说你们唐门？可是你们唐门从不掺和江湖之事。如你所说，今日萧家所受，来日未必不是唐门之祸。其实唐柔之前也问过我，唐家为何不结成天下第一家，而是让那些权力帮的鼠辈横行？我还是想劝劝我爹爹，但若是不成，我和你一同去广陵，如何？好，那就只能先试试了。唐芳，谢谢你的仗义。我也不敢打包票，试一试。难道不按任务路线走，就真的走不通了？大小姐，我爹呢？老爷在内堂，请小姐先过去一趟。你等会儿，我去请我爹出来。少侠，请落座品茶。多谢。师兄妹，好久不见。
唐宋，我爹呢？家主自然是在内院主持家事喽。你跟着你哥瞎搅和，你就不怕老太太罚你吗？是你乱来，仗着老祖宗宠你，就不把唐门规矩放在眼里吗？看你还敢嘴硬！十七妹，你竟敢带外人来唐门求援兵，还好意思在给家主的信中说投之以礼，实在可笑。你竟敢揭开我给爹爹的私信！你要借唐家的事解萧家的困，掺和他们和权力帮之间的恩怨，这可不是私事啊。我自有我的道理，你要是有什么问题，那我们一起去老太太面前说。哼，你当真觉得我们做这些事，他老人家不知道吗？现下扣住你，只是想惩戒你私自允诺外人求援的错。若真要闹到老祖宗跟前，你们长房瞒着家门想私吞宝物的死罪，可就逃不掉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确实嘴硬啊！我已经收到情报，萧家就是因为天下英雄令才被权力帮围堵，而你带来的那个萧家小子打的什么算盘？你该不会以为老太太的老人家看不明白吧？哼，你倒不如乖乖嫁给我，我还能替你遮掩下来。你越来越不要脸了。你为什么只说不做呢？走啊，我们一起去老太太面前把话说清楚。我倒是想看看，他老人家会不会信你们两个。不急啊，外头那萧家小子已经被我拿下了，只要我去他身上搜得英雄令。十七妹，你的罪名可就坐实了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老爷，老爷，小少爷回来了。爹。怎么，在外面惹了一身麻烦，混不下去了？现在想起回来了，才想起来，你还有个爹呀？不是这样的，爹。行了，先去思过堂，思过5天，再回来跟我说话。爹，我今天回来，是为萧家求援的。权力帮穷凶极恶，围住了萧家剑路。你还知道，权力帮穷凶极恶呀？那你还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们全族去和他们作对啊？你从一开始就不该跟着萧家那3小子去招惹他们。可萧伯伯、萧伯母现在身处险境，我又岂能坐视不管？你以为只靠躲着避着就能远离麻烦吗？又怎知权力帮下一步不会进犯到前西来呢？爹，现在啊，还轮不着你这小辈去操这份心。我海领剑派当初以持剑匡正道之心，入中原武林开枝散叶。我们邓家虽然只是剑派在前西的一支，却也从不敢忘本忘源。爹，我自幼时，您便教导我，为人为武，当以义为本，孩儿铭记于心。想爹当年，也同样和萧伯伯交好，一同行走江湖，共展艰险，就像今天的我和秋水一样。可爹，您如今为何变得这般畏首畏尾？爹若不肯出手便罢，我自当为萧家出一份力。你把他给我拦住！
秦小姐，萧秋水浑身上下搜了个遍，未发现特殊物品。权力帮这些年头一次给哥哥回音，就为赌下萧秋水得到天下英雄令。哼，我定要从他嘴里撬出英雄令的所在。你是谁？唐芳没告诉你吗？在唐门有我这个与她双叔并称的好姐妹。她可是叫我来好好招待你的呀。你给我吃的是什么？就算是武功盖世的高手，服下这枚特制的药丸，也得乖乖听话。天下英雄令，还有你不可告人的秘密，通通都说出来吧。你是谁？幻花，幻花萧秋水。我和唐芳，谁更美？你比他更难看一些。什么？都下头了，手都乱了。阿晴，住手！问出英雄令在哪里了没有？萧秋水，我问你，英雄令现在在哪里？在他们。哥，这不可能，他和唐芳身上我都搜过了。还好提前做好了准备。的功效。唐芳从来没有提过，唐门中还有这样的小人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，小姐？说是1里外，
我们都快把这片的树挖个遍了，哪有什么英雄令啊？难道是那萧家小子骗我？不可能啊！没有人能扛过那特制弹药的，他不可能说谎。萧秋水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幸好有你给我的避毒丹。我们赶紧走吧。萧秋水，萧秋水，你竟敢说谎骗我们！我没有。挖到什么了吗？石七妹，你倒也不必跟这萧家小子同生共死。你快求求我，你求我，我对你总是会心软的。哥，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？得罪萧三少之处，还请多见谅。其实萧三少身怀英雄令，又何惧不能自保？唐某可引三少见我家老太太，以他在江湖的阅历，自能帮三少善用英雄令，解萧家围，断贼人孽。哎，跟你们说句实话吧，英雄令真的被权力帮拿走了。萧三少还是不想说实话呀？你又怎么知道我说假话呢？那我问你，难不成是权力帮告诉过你他们没有拿到英雄令？难道你与权力帮真的有来往？石七妹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你去萧家不过就是为了拿到英雄令。萧三少，他去萧家不过是为了此目的，你该不会没有察觉到吧？还有石七妹，我已把你将外人带入唐门的消息传到了内院，怎么不见伯父来寻你啊？莫不是先前伯父重伤难愈，那传闻是真？那账房可就难支了。你还不好好求求我，让我把你娶了？日后我自会给长房留一条活路。爹爹的内力突破在即，闭关修炼有什么稀奇的？你要是有胆，掌门的大门你给我闯啊！我倒是想看看，我爹爹会不会让你囫囵个出来。你要是没胆，就给我闭嘴让开！你哎，哼，插一句，听你们说了这么多，你们唐门啊，都是这么勾心斗角，这么内讧的呀？本来就是，不然怎么给自己一条活路？慢着！今日来到了唐门，那就按唐门的规矩来。你们看后面，跑！走那边。夏秋水，怎么了，唐芳？对不起，从剑炉开始，我一直算计着跟着你，就是为了找到忘情天书。但是你这么信任我，把我当朋友，我把你带来唐门，就是希望我帮你解了萧家之围，谢恩求报，其实只是为了一己私欲。唐芳，我并不知道忘情天书所在，但若能找到燕狂土，也许还能问到忘情天书的下落。等解了萧家之围，若是有一天我能找到忘情天书，我定会告知你下落。多谢。在那边。走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停！
飞过了。啊。哎，衣服开了，开了。都给我待在里面，不许看！又想打架？我发过誓，若别的男子看到我的身子，我必把他们给杀了。你就偏偏……你这个誓起的也太草率了吧！刚才我要是不拉你一把，你就掉进河里了。从前我爹还未当家主，其他派系的无赖总是欺负我们。有一日，他们趁我在洗澡的时候，闯进来戏弄我娘把他们全给杀了。从那一日起，我便发誓，我会好好练功。若有男人再看到我的身子，非杀不可。你这毒誓也要分清楚情况。恶人故意为之是该杀，可刚才明明是我救了你。我娘说过，除非这个人是我丈夫，没有例外。你是在搞笑吗？反正誓是这么发的，你别多想。那我问你一下啊，你年幼之时起的誓，其实这誓言中有不少漏洞。若是有人一不小心看了你一眼，又没有看清楚，那岂不是你也要把他给杀了？谁知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？这可是我以王母之名起的誓，我绝不会反悔。神经，什么鬼逻辑？我不跟你讲这么多。那我问你了，你不是把我当朋友吗？朋友也要杀？我都说了，非杀不可。我不想和你打架，你最好让开。不行。那个二位，我在里面憋了半天了，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你不想死是不是？你不想杀对不对？那不是还有一个办法吗？你把他娶了。姑娘，我看你在这实在是不忍心动手，那你不能在我这船上待一辈子吧？我娶她。啊？他说的没错，若你想活命，只有一条路，娶我。你别闹了，这婚姻不是儿戏，怎么随意做决定还娶你呢？反正誓言不可破，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去做，暂时杀不得你。不过我正好想到，我需要一个人帮我闯进唐门的千罗万象阵，这样我才可以摆脱唐宋的纠缠，不然我就得……你说的这个忙我也可以帮，不过你说的没错，我是答应过柔弟。那这个千罗万象阵很难闯吗？反正九死一生，如果你能活着出来，那你我完成拜堂成亲之礼，到时候我把你休掉就好了。你别自说自话就行。就这么定了。耽误了姑娘的好事，这点银子就当做是赔礼和贺礼。祝姑娘新婚大喜。
别看了，和你也没有关系，还得赶路去广陵呢。你怎么去？你有地图吗？嗯。井中地图。等剑炉之围解了，你就要去闯阵，不然我得取你性命。这个事情嘛，还是要从长计议。你呢，也不用想那么多，一切随缘。走吧。传出消息，就说萧秋水和唐芳带着天下英雄令去了广陵。哥哥要把英雄令的事情传出去。他们想从我手里逃走，没那么简单。等消息放出去之后，江湖人士自会找上萧秋水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还能活多久。二哥，鳕鱼，你先下去吧。锦都剑楼是不是有信来了？爹怎么说？都是渡口接应点发来的互报平安的消息，爹爹没有回信。我只怕时日久了，村子里的线索和证据都会被清理。不如咱们再去一趟那村子，好歹再仔细查验一番，把证据留下。好。这是炼丹用的草药，或许可研制出给村民解毒的方法。有没有伤到？快看看你二哥。开眼。二哥意识内力受阻，无大碍。开眼。二哥。我这是……没事吧？我这是……方才我要不是来得及时，你们早就没命了。跟你们说过多少次，让你们不要擅自行动。刚刚那个黑衣人肯定是来清理罪证的，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管。我早就说过。一切要以大局、以萧家为重。你即便现在拿到罪证又如何？权力帮是会和我们理论的吗？到头来，还不是把萧家放在和权力帮争斗的明面上来。大哥，这是我刚才发现的。
这种白花蛇舌草和散房花耳草极为相似，那些村民中毒发狂，或许和这个有关系。大哥，雪域也是医者仁心，救人心切。不过方才实在太紧了，那人出手内力极深，祸及你我性命。今后还是等爹的消息，听他的安排吧。我知道你是一番好心，不过之后做任何决定，发生任何事，还是跟我商量一下吧。我不仅是你们大哥，更是幻华代掌门。没想到按照你的计策，竟能清除2处权力帮的据点，通了一条路出来。那这次锦中回援之路，能保通畅吗？按说吴老夫人派人送信的时间，大哥这2天应该从广陵回到了锦中。可惜这一路上我们什么都没有见到，真怕是出了什么岔子。这样吧，我们现在去买一匹快马，立马赶去广陵看一看。都是些骡子和驴子，跑不快。哎，哥，要点什么？买驴啊，还是买马呀？那不是有匹好马吗？公子好眼光，这匹马脚程好得很，日行千里，就是价格要贵点。那这么好的马是从何处而来？自然是买的。这马凳上的军印还在。老实说吧，这马是从何处而来？不说也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就只能报官了。哎，我说。那位马贩，他说他昨日路过这里，就看到这位军爷死在这儿了，他才会顺走那匹马。对不住了。这是吴老夫人派去广陵给大哥求援的信使。如此封锁，大哥他们恐怕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了。所以，我得先赶回去和大哥会合。那前面关隘，正是川籍与广陵交界，看来你扎下了权力帮据点。此地地险，不宜攻破。往下还有一处渡口，不在权力帮的掌控之中。我们先去那里，
这个季节雨水多，江水暴涨，怕是少有渡船。总要想想办法试一试。这唐宋竟是个自残吗？人都已经入了唐门，心还是留不住。这唐宋还到处放话说英雄令在萧秋水身上，只怕江湖上也有不少人动了歪心思，想劫杀萧秋水。我去替公子把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唐宋给杀了。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。这萧秋水在辞别老夫人前，我老夫人曾屏退了旁人，单独与他相谈。所以这英雄令极有可能就在他手中。即日起，能将萧秋水带来权力帮者，可得我听风令牌。可听风令是公子姓，凭他能差公子做一件事。帮主曾说过，赠此令会让公子授人以柄，不许你再用到。放心，大不了在人开口之前把人杀了就是。萧秋水在锦中求不到援手，此刻定急着前往广陵。你这就赶过去。是。唐风还一直跟着萧秋水吗？正是。这是我从厨房偷来的米糕，你快吃，别被他们发现了。广陵是剑王的地盘，唐风也在广陵。风儿，哎，客官，慢走啊，好事再来。来，你先垫一口。这情况紧急，时间紧迫，你去附近看一看有没有客栈，我也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船家，预定好明天一早出发的船只。小心行事。嗯。走。爹，娘，你们可安好？你们等我回来，我一定会尽快赶回去。老板，哎，这附近有没有其他的渡口和船家？没有。嗯，谢了。哎，少侠，听你们说要找客栈，附近有家渡口客栈，里面有2个小子不干正经营生，我怕你那个朋友会吃亏上当，你们小心点儿。有人吗？老板，老板在不在？在。客官一个人住店吗？
你就是老板？是，我是老板。你这客栈是用牛棚改的吗？又脏又臭，还有个牛屎味儿，能住人吗？客官，哎呀，这小店啊，平时客少，这一时疏于打扫，让您见笑了。我现在就给您收拾。忙打扫了，我不住。哎，进来容易，想走可没那么简单啊！哼。老铁，演的真像啊！那是。哎，你说唐门这姑娘，她这暗器这么厉害，她也没你这迷药厉害，这一下就晕了。这世上就没有我迷不倒的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个萧秋水不是跟唐门这丫头一起来的吗？她怎么还没出现啊？你别着急啊，这萧秋水，他肯定得来救这个唐门姑娘。快解药！解药！快！来！说，你们是谁？老子屁王，铁心月。铁口求难过，听过吧？那个女的现在在何处？哦，你是来救那个姑娘的？难道你就是萧秋水？好，原来你们要抓的是萧秋水啊！不是我们要抓，是权力帮要抓他。这权力。你到底是不是萧秋水？来，起来说。刚刚呢，出手确实有点重，也挺不好意思的。不过呢，你们搞错了，我确实不是萧秋水。那你说不是就不是，有什么证据啊？因为我有名有姓，我叫萧东火。且慢。萧东火，
你这个名字，耳熟是吧？我确实跟他本人很熟，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。只有我和被你们抓的那个姑娘，才知道萧秋水到底藏在何处。这姑娘不跟萧秋水一起，凭什么跟你一道？实不相瞒，他们两个已经闹掰了呀。因此，他想找我帮忙，教训一下这个萧秋水。所以说，若是你们想要找到萧秋水的话，必须问问他才行。哎，咱从江湖上得到消息，是这个萧秋水带着天下英雄令要去广陵。咱没抓到萧秋水，来了个萧东火。不对呀，他在耍我们。英雄令宝贵，萧秋水若是知道权力帮这么穷追不舍，那他早就躲得远远的了。这位睿智的大侠，来，不妨说说你的看法。算你有眼光，这杯酒我下毒了，别喝了。不过，你说的也对，那姑娘已经不在我们手上了。再不说实话的话，我就要出手了。哎，别，大可不必啊！哎，跟你说就得了呗。那姑娘啊，已经被我们交给帮我们给剑王搭线的人了，那就是权力帮的移动神魔左长生。想要把那姑娘献给剑王。说真话。当然是真的了。你要不信，你拿那把剑捅我，别捅我兄弟啊！哎，老铁，你别逞能。少侠，你要捅我，你捅完我，你知道他说的是真的了。捅我！哎呀，我哥们身体虚，别捅他，捅我。行了，别吵了。你们呢，确实办了一件蠢事。怎么蠢？这移动神魔要是从唐方的嘴里知道萧秋水的下落，那他肯定会把这个萧秋水交给这个剑王。这样一来的话，那你们的功劳不就被他抢了吗？他说的对呀。当务之急呢，先去找这个移动神魔，接着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唐方找回来。大舅，他不捅我也不捅你，还给我们出主意想法子，我倒是挺喜欢他的，可以跟他交朋友。那既然是朋友的话，这个姑娘对他这么重要，我们必须帮她找回来。行。那个东火啊，你这事儿我们兄弟给你办了，我们再去。公子，收到消息了，剑王的人掳走了唐方。萧秋水呢？他在哪里？广陵在剑王室下，一时被剑王拔了眼线，还没有探得萧秋水的行踪。但我猜他必是要去寻元首。那自然是威震广陵三山之一驱寒山了。我也已经叫人去打听唐方姑娘的情况了。唐方和天下英雄令，切不可再有疏漏。属下明白。唐方姑娘亦是公子的逆鳞，也是软肋。属下失言了。